王默，错了，不是这里。如果是在7楼的话，现在是下午5点30分，阳光的位置不可能在那个角度，这里应该是1层的位置。瓶子里应该不是氰化钾，应该是生理盐水。凶手是想让被害人的血液一点一点流干，而且凶手伪造了一个和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直播间。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太尉，把你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全部告诉我。屋里没有搏斗过的痕迹，在这客厅中间有一个电脑桌，上面应该摆过笔记本，但是现在不见了。啊，左边有一个鱼缸，里面有鱼。对，右边墙上都是画，其中有一个是电影海报，应该是那个《傲慢与偏见》啊，对。电脑桌上有一瓶洗发水。好了吗？桑楠楠，听得懂我说话吗？你是谁？是你帮了我吗？我是警察，不要害怕。太好了，我在龙大家园。你不在那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需要你保持冷静，尽量平稳你的每次呼吸，减缓你的血流速度，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尽快找到你。你要怎么配合你？闭嘴！把门关上。大家不要呼吸。出缸的声音，钢厂。绿藤市只有一个巨源钢厂。太尉，在巨源钢厂附近搜索一个破旧的烂尾楼，或者是家属楼，楼层大概是1楼左右，面向阳光，窗户朝南。昨天晚上应该有辆陌生车辆驶入这个小区。听见了，一定要赶上。用不着你说。桑楠楠，我现在需要你用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方式，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。昨天晚上，我叫了外卖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所以我留了个心眼儿。但是我刚打开门，他就一把把我按在了地上。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话，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我会让你带着这种味道去死。味道？什么味道？他身上很臭。凶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勒着你同时说的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他在勒住你的时候，后脑有什么感觉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谁会记得那么清楚啊？你必须要想起来。后脑有没有感觉发热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疼。凶手男，年龄25岁左右，身高175到180公分，身材偏瘦，戴眼镜，长头发，脸上有伤，与3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有过交集，并且与桑楠楠发生过激烈的情感冲突。另外，这个人学过医，是个学生。好，刑局，掐指一算，这种事我也会。走。在3起案件中，除了第1起，
后2起都是先采用背后勒杀的方式，借助隐迷将被害人迷倒，说明凶手在身体机能上并没有一瞬间就能控制住被害人的把握。体型偏瘦，在他动手勒杀桑楠楠的过程中，凶手说话几乎和动作同时发出，说明在双手勒住桑楠楠的脖子同时，凶手的身高恰好应该是高出桑楠楠1个头左右。一般的木质电脑桌高度是0.8米，以这个为参考，桑楠楠的身高大概在1.65米左右，所以凶手的身高就是在1.75米到1.8米之间。桑楠楠后脑最大的面积接触的应该正是凶手的面部，是什么东西在凶手的面部，并且能让被害人产生不适应感？只有一个，眼睛。在3起案件之中，第一个陆小北死于氰化钾中毒，但是凶手在注射的时候因为紧张产生了失误，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，用顺手的麦克风将被害人砸死。凶手在这起案件中获得了启发。第2次，李艳艳依然死于氰化钾中毒，氰化钾被控制得非常严格，而凶手却可以2次轻而易举地使用氰化钾来杀人，说明凶手应该是和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，而且这次他事先预备好了铁锤，但是只砸了1下就因为恐惧而受伤，说明凶手不会从施虐中获得快感，他是一个有组织性犯罪人格的罪犯，他的目的不在于桑楠楠的肉体，而在于心理上的复仇，所以他最近一定是与桑楠楠等人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人。而且第3次案件中，凶手放弃暴力谋杀，而采用直播的方式。为什么用直播的方式？桑楠楠，在7月9日当晚的直播中，你有没有曝光过一个绝对不能告诉别人的隐私？没有。你今年多大23。桑楠楠，谎言和欺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，就跟我说实话。是石香，我曾经说过她被强奸过，其他的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了。强奸，凶手是女的，凶手男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接到报警，永庄红里发现一尸体，通过携带学生证可以证明死者名为沈香，绿藤师范大学学生。既然是报复犯罪，凶手这次知道桑楠楠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，但是他没有封住桑楠楠的嘴巴，这说明这次犯罪之后，很可能他会选择自杀。这不正说明沈香就是凶手，他畏罪自杀了？但是，不对，味道，乌云叶，有一瓶洗发水。强奸，他们强奸过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魏哥啊，这楼也太多了，怎么找？下面播放一条好消息，经过拆迁指挥部的研究决定，我们将本小区的拆迁费提高到原来的3倍。请大家5分钟之内来到小广场来集合，我们来登个记，大家一定要抓紧，过时我们就不后了。哎呦我去！大家抓紧！伟哥，你说能有人来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！不是！
的姓名，现在排好队，来，大家别着急啊，一个都没有，别着急啊，一件件来。是吧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。星宇，下午5点半发现的尸体，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，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。真的是他。我又看了一圈，现在只有3单元201这雨户没来，跟从木说的一样。我是这儿，接着走。喂，谭伟，啊，这是案发现场找到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带人接着找，我马上过去。我。黄木。喂，邢大，怎么着？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啊？我问你，沈江是你同学吧？是啊，隔壁系的，不过不是很熟。他有没有哥哥或男朋友？有，叫罗家海。沈香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叠在耳边，而且身上还有木叶的味道，胳膊上还有搓澡时留下的红印。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。但是不合理的是，一个患有洁癖的人身上怎么会有油渍呢？况且又是在人口密集流动的公园里发现的尸体。一个患有洁癖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这样离开人世。这3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不是在畏罪自杀，而是想要替人顶罪。到底要替谁顶罪呢？一个25岁、身材瘦小，可以随便用氰化钾杀害那些女孩的人；一个性格内向，但是却想用铁锤砸向那些曾经伤害自己挚爱的人；一个可以完完全全伪装成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人，而且对穆一叶还有单独的情感抵触。就是你吧，沈香的男朋友罗家海。年龄25岁左右，身高175到180公分，身材偏瘦，戴眼镜，长头发，脸上有伤。
阿展，是。